距今2500多年前，一位名叫悉达多的印度王子目睹众生苦难，立志找寻一个解脱的方法，他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佛陀。佛陀讲授84000个法门，协助众生找寻究竟的解脱之道。2500年后的今天，佛陀重返世间，透过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，将古老教诲以简明易懂的方式传授给现代人。克切拉在心灵解脱系列书籍里，给您带来占都古仁波切的珍贵教诲。一切更棒，一本主要讲述慈悲与心识的书籍。一切如初，一本教您无需改变现状却能获得心灵提升的书籍。贪得无厌，一本教您如何贪得有理，富得开心，活得自在的书籍。您可在马来西亚克切拉天堂文物中心购得此书，也可透过 vajasecrets.com 进行网购。